后来乡亲啊，这个中华鹿港的元宵小提灯是头顶财神母仔的鹿啊，只要把鹿仔的面转另外一边，就会变做财神爷。昨暝有真侪乡亲是透寒排队等要摕。民众排队排到落长，人是坐架就要排做 S 型，弯滚落街，豆豆对队伍行，遮尔辛苦，包括目睭就伫咧冷死死的天排队，就是为着这。 中华鹿港镇公所今年本的古仔灯新是怎的造型？面是笑眯眯的财神爷，搁戴财神帽仔，额头有一个圆角仔，是招财搁可爱。不过厝边的设计讲毋那是安尼，若是小可滑头，财神爷的面就会变做吉祥物鹿仔，目睭大大蕊，实在是有够古锥。昨暗时限量分2000个古仔灯，真侪家长就惊提无，提早2点钟到镇公所排队。很精致。 小朋友说今天才来领的，觉得很有创意，很可爱。我第一次拿到，因为它有小鹿造型，很可爱。 古仔灯的造型古锥，搁有变化，囡仔人看到目睭拢闭紧。因为领的民众真侪，公所搁规划动线加派卡手来斗3工，互古仔灯本的流程会当搁较顺时。这个头非常特别，也当作为一个财神的头，买让我做一个萌萌的头，那一个转换让小朋友非常喜爱。古仔灯的外观多变化，增加袂少挂古仔灯的趣味。真侪家长为着要摕囡仔摕古仔灯，搁爱出动亲戚朋友做伙排队来领。 就是要互囡仔欢欢喜喜来过元宵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